近年咧都有唔少人開始注重生活咧同埋環境之間嘅關係喎。喺裝修上面咧加入一種環保呢一個概念咧，其實唔單止係好負責任嘅一個選擇啦，亦都咧係可以咧為屋企帶嚟更加健康啦、實用啦，甚至係更加有設計感嘅居住體驗。環保有啲咩好處呢？我總結咗咧4個咧實際啦又有意義嘅方向。揀一啲環保物料嘅好處咧係咧，佢哋會揮發一啲有機化合物啦，含量咧相對較低嘅，可以減少咧空氣當中咧嘅有害氣體，降低眼睛敏感啦、呼吸系統唔適應嘅風險嘅喎。特別咧係適合咧屋企有小朋友啦、長者或者寵物家庭。環保裝修係講求需要行先啦，減少多餘嘅裝飾品啊，令到空間咧物盡其用，設計上面咧更加集中於呢個實用性啊。適當咁樣揀一啲再造嘅物料啦，改造舊家私咧都可以兼顧實用美觀嘅，減少浪費，同時咧價錢咧亦都比全新嘅家私仲要低啊！環保咧就唔代表要犧牲美感嘅，天然嘅木材啦、簡約風格、自然色調咧、綠色嘅植物點綴都可以令到空間咧更加有氣質啦，住得舒服之餘咧更貼近生活節奏啊！無論係一啲日式嘅木系啊、北歐風啦，環保設計咧一樣都可以充滿個人風格。做得好咧，唔單止令到屋企咧變得更加好住啦，仲可以咧為環保出一分力嘅。我係 Benny HM Studio 嘅設計師，我相信咧設計應該會照顧翻生活所需。如果你對環保裝修有興趣咧，歡迎揾我哋了解下啦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